今個禮拜英超賽事利物浦咧就要對呢個阿斯頓維拉。嗱，呢場波咧我就冇打算去講，不過咧我就想講下咧利物浦咧呢幾場輸波係咪關於咧對手經常用長傳令到佢輸波嘅？咁未開始之前，麻煩大家 CLS 啊，未 subscribe 嘅 subscribe 撳埋隔離個鐘仔。如果買波嘅朋友咧，歡迎加入我哋個會員頻道啊！除咗英超之外咧，今個禮拜咧歐聯賽事我哋一樣會講噶，咁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嗱，利物浦咧係2021年2月以嚟咧首次英超4連敗啊！嗱，其實你細心啲睇咧，呢幾場輸波裏面咧，其實佢個對手咧都係咧用長傳去攻擊佢嘅，咁當然效果非常之奏效啦。嗱，史諾賽後亦都強調啊，呢個唔係批評嚟嘅，係一個事實嘅陳述。嗱，其實咧喺足球世界裏邊咧，如果指你嘅球隊啊踢得太直接或者太多長傳啦，係近乎一種侮辱嚟嘅。嗱，但係我個人嚟講咧就唔係好認同嘅，因為咧英超本身咧就係踢高挑大腳嘅。嗱，各隊嘅球隊咧面對住英超冠軍嘅利物浦咧，幾乎清一色採取長傳嘅戰術啦。過去4場比賽裏邊咧，尤其是明顯啦，呢個策略咧係完全奏效嘅。喺主場1-2輸俾曼聯啦，史諾賽又指出啦，當你對手曼聯咧一支擁有咁多頂級球員嘅球隊，佢亦都係以一種單去防守打長傳的話咧，而最唔想發生嘅事情咧就係先落後啊，咁樣令到對手咧更有信心打落去。嗱，呢番說話咧就俾外國傳媒咧即係唔知點改啦，即係可能誤解佢啦，就暗串呢個話對手咧踢得醜陋嘅。嗱，不過咧我就唔係想討論呢啲咁嘅 juicy 嘢嘅。嗱，其實呢場波咧就數據好清晰嘅，曼聯當場嘅比賽咧就有294次嘅傳球，當中有75次咧係長傳，長度最少有32米，唔計界外球，唔計龍門拋出嚟嘅球，同埋咧唔計傳中嘅。以比例嚟講咧，嗰場波嘅長傳係佔咗 25.5%， 係自2017年12月以嚟阿仙奴以來最高嘅一次。上一次阿仙奴喺2017年嗰個記錄就係 27.9%。嗱，接到咧頭10輪嘅賽事嚟講咧，魯賓亞蒙執教曼聯，英超送出咗522次長傳，係全個聯賽最多嘅。嗱，其實咧曼聯咁樣計咧，就本身佢都真係咁樣踢法嘅啫。咁但係呢個例子咧就唔係例外嘅。到目前為止咧，利物浦喺今屆英超裏邊咧嘅比賽面對咗571次嘅長傳，比任何球隊都要多。嗱，呢啲長傳咧係佔對手傳球嘅總數咧 20.5%， 同樣係成個聯賽咧嘅比例最高嘅。即係如果簡單啲嚟講咧，5次嘅傳波裏邊咧就有1嘢咧就係長傳，直接飛咗去利物浦嘅後防後邊。嗱，今季咧發生最多長傳嘅比賽裏邊咧，全部都係喺利物浦身上嘅。曼聯有75次，水晶宮有71次，般尼茅夫有70次。另外咧，對車路士一戰中咧被送出67次長傳係今季嚟講咧第7嘅排名高。作客賓福特嗰場波，佢亦都要面對咗64次長傳，呢個數字咧係排喺第11嘅高位嘅。嗱，喺2-3不敵賓福特後咧，史諾坦言啦，對手確實咧針對咗我哋嘅風格咧作出咗部署。呢啲方法咧確實係有效，但係咧我哋呢一刻嚟講咧仲未諗到方法去解決嘅。其實利物浦咧今季咧開季5連勝，其實表現都唔係咁穩定嘅，好多場波咧都係靠咧末段時候反勝嘅，之後咧風向一轉咧，至今4連敗，呢個係2021年首次出現嘅頹勢嚟嘅。整個球季嚟講咧，利物浦咧係未試過打和嘅，9場聯賽裏邊咧贏波只有1場嘅球差係多過1球嘅，就係4-2擊敗般尼茅夫嗰場波。但係第4球波咧係88分鐘沙拿補射入網嘅，當其時嘅對手咧就係俾基艾沙打入3-2嗰球之後咧，般尼茅夫咧完全咧都未翻狀態嚟之後咧就入咗第4球嘅。其後4場勝仗咧對住紐卡素啦、阿仙奴啦、般尼咧、愛華頓，全部咧都係1球小勝嘅啫。最近4場嘅敗仗對住水晶宮、車路士、曼聯同埋賓福特咧，亦都係以1球球差落敗嘅。本來利物浦咧係領先阿仙奴5分嘅，而家咧就落後咗7分啦。從英超嘅層面去睇咧，長傳比例咧就越嚟越多啊！上季平均每場咧就只有93.4次長傳，今季升到咧99.5次，每隊約有49.8次嘅。其實咧早2年咧23-24年咧嗰季仲多啊，係101次嘅，所以相對嚟講咧，其實咧都唔係叫做十分高嘅啫。不過無獨有偶咧，對住利物浦咧9場聯賽裏邊咧，對手全部咧都係高於個平均值嘅。最少長傳嗰隊咧就係阿仙奴，只有50次啫。
嗱，即使係咁樣，都係高過英超嘅平均值。嗱，攞個比較俾大家睇下啦。咁啊，維拉、班尼、列斯聯、諾定咸森林同埋韋斯咸5隊合共成季加起嚟呢，只有9次面對嘅對手超過呢50次嘅長傳啫。好明顯利物浦呢係俾人針對住嚟打嘅。嗱，利物浦呢喺高空方面呢，其實佢冇被壓制住嘅。佢咧有317次咧爭高空波，勝出咗咧179次，勝出率係56.5%。嗱，其實呢個勝出率幾好啊，僅次於曼城嘅啫。嗱，當中雲迪克咧喺59次嘅高空頂波裏邊爭咧，就贏咗46次嘅，勝出率咧係78%，係高於咧英超所有球員噶啦。咁至於佢個好拍檔啦，哥拿迪咧，亦都咧喺50次嘅爭頂裏邊咧，贏咗35次嘅，勝出率有71%，係排喺第3嘅。真正嘅問題咧，其實就係利物浦往往輸嘅咧，就係第2點啊，即係咧佢嘅後衛咧頂到個波之後咧，都冇人埋去清咗個波佢，呢個時候咧先嚟攞你命啊！嗱，其實利物浦嘅對手咧長傳咧唔係直接咧創造機會嘅。嗱，呢個情形咧其實多數出現喺左右閘嘅問題啊。嗱，今年新嚟嘅卡斯咧同右閘咧嘅球員唔穩定咧，可能默契不足啊，導致到咧經常俾人拉散咗。嗱，其實呢種踢法咧唔係針對利物浦嘅，班尼茅夫同樣咧每場比賽面對50次以上嘅長傳，但係表現比利物浦咧係都穩定嘅。伊拉奧拿嘅高壓逼搶依然有效，今季高位搶翻控球權咧嘅次數高達71次，僅次於白禮頓嘅76次。每次防守咧令到對手傳球，即係嗰個 PPDA 嗰個數咧，係全個聯賽最低嘅9.8次。呢個證明咧，即使啊被打長傳啊，壓迫體系咧仍然可以運作得到。相對之下咧，利物浦嘅 PPDA 咧係10.6，係聯賽第5高啊。搶回控球權係只有54次啫，半數球隊都要比佢高。嗱，當攤開啲數字嘅時候咧，就發覺咧，其實咧利物浦嘅防守咧唔單止係長傳嘅問題咁簡單。死球防守同樣咧係佢哋嘅問題嚟嘅。今季英超紅軍咧已經失咗7球死球噶啦，僅次於諾定咸森林同韋斯咸兩隊，各隊咧都有10球嘅啫。嗱，要知道咧佢哋上季整季咧只係失咗10球波啫，其中3球咧係嚟自界外球，都係英超裏邊咧輸最多界外球嘅一隊球隊啦。上季呢個情況之下咧唔止被攻破1次噶啦，今季英超咧即係個長距離界外球，即係手榴彈戰術啦，好明顯係上升咗噶啦。嗱，呢樣嘢其實係反映得出咧，利物浦咧喺處理第2次落點喺防守區域上咧係好唔穩陣嘅。嗱，今季英超所有嘅球隊咧對付利物浦其實應該唔係英超，係歐聯賽事都係嗰啲球隊咧對付利物浦咧都係先係以長傳突破佢嘅逼搶，再靠死球咧再揾呢個入球機會嘅。嗱，原因好簡單。23-24年球季高位逼搶快速搶翻控球權咧，就係利物浦見稱嘅呢樣嘢。任何中後場咧被紅軍纏上咗嘅球隊咧，都好容易咧失誤同埋或者失波嘅。因此對手乾脆咧就避開呢個區域，直接將個波起腳抌喺前邊。事實上上季班尼茅夫咧已經有68次，同利物浦60次，係英超高位逼搶射門嘅次數最多嘅兩隊嚟嘅。並且咧同森林並列高位逼搶到個波之後咧，跟住入波嘅兩隊排名都係第一，各自有10球。嗱，到今季啦，呢個數字明顯下降。利物浦咧上季嘅逼搶咧有8.1次，今季降到得翻6次啫。換句話嚟講，對手成功切斷咗佢哋咧逼搶嘅節奏，令到球隊咧難以喺前場建立呢個壓力鏈啊。利物浦今季咧俾人嘅印象係非常之強烈嘅，就已經係唔再可以控制到個比賽啊！對住賓福特輸波之後咧，佢哋個副隊長阿羅伯臣咧就直言話：要為控制權而戰咧，冇人會俾你主導到呢個比賽嘅。每隊球隊咧都有一個明確嘅比賽計劃嘅，以賓福特為例，佢哋咧有完美嘅執行，而且我哋咧就完全冇。如果期望對手會退後，讓個控球俾我哋咧，然後我哋靜靜地入波，咁我哋咧就會大禍臨頭噶啦。嗱，其實羅伯臣呢番說話咧都反映得出咧球隊而家面對緊嗰個問題啊。利物浦依然咧係想嘗試住傳控攞翻個主導權嘅，但係面對住對手個長傳嘅突襲同埋咧一啲密集退後咧，佢哋往往咧被陷入被動狀態裏邊。史諾接棒咗高普之後咧，其實咧佢面對咗一個好重要嘅難題啊，就係咧要將咧高普留落嚟嘅系統咧要轉型啊。之前高普嗰種咧
高強度嘅逼搶同埋防線前壓係利物浦嘅招牌嚟噶嘛，但係而家面對住長傳呢，佢哋反而變成一種隱患。嗱，要轉呢，我覺得咧都唔係一個一時三刻嘅事啊，但係呢，有幾點呢，史諾一定要做啊。第一樣嘢呢，就係要維持高強度，同時咧提升到呢防守區域第二落點嘅時候呢嘅掩護同埋反應嘅，仲有呢，佢條防線係咪一定要踢到咁上呢？如果持續個防線係咁上，長傳呢就一定可以撕破到你嘅防線嘅。仲有就係咧，佢哋嘅防守重心啊，佢應該係為一個球員咧去面對住死球，令到死球失波數字下降嘅。嗱，目前咧呢3點咧都未能解決到。面對住水晶宮71次嘅長傳，賓福特64次，利物浦嘅防線頻頻咁樣換人，默契又唔穩定。當佢哋有時清波嘅時候咧，嗱，第一嘢係清到出去嘅，但係第一嘢之後咧落翻對手嘅時候咧，佢哋回唔切啊，經常。咁其實係咪英超20隊球隊裏邊咧，得利物浦遇到同樣嘅問題呢？咁我講下第二隊啦，就係關於阿仙奴啦。咁阿仙奴咧今季有5場比賽裏邊咧，面對超過50次嘅長傳嘅，佢對住水晶宮1-0嗰場贏波咧，對手係送出咗63次嘅長傳，但係成功率咧只有19次。阿仙奴嘅防線依然係保持住回收嘅速度嘅，令到對手冇辦法咧持續咁樣有威脅。嗱，最誇張嘅一戰咧就係開季作客曼聯啦。紅魔錄得今季最高41次成功嘅長傳，呢個亦都係咧阿仙奴今季唯一一次咧出現防線不穩嘅時刻。換句嚟講咧，穩定結構、中場掩護呢個先係對應長傳嘅根本。嗱，其實咧長傳針對利物浦呢單嘢咧就唔係淨係英超發生嘅。嗱，喺歐聯咧對住馬體會咧都面對住54次長傳，最終3-2取勝嘅。咁當然啦，過程中係難頂啲噶啦。作客加拉塔沙雷呢，其實唔係淨係地獄球場咁簡單嘅。加拉塔沙雷呢，63次嘅長傳轟利物浦啊！嗱，相反呢，最輕鬆5-1大勝法蘭克福嗰場比賽裏邊呢，對手只係送出咗38次長傳啫。呢一場波呢，比賽節奏暢順，控制呢完全喺紅軍嘅腳下。嗱，即係可以見到啦，只要對手呢唔踢長傳嘅時候呢，利物浦呢依然係一支最強嘅利物浦。嗱，面對住咧而家咧呢一波嘅聯賽咧咁多長傳咧，利物浦其實咧就唔係技術下降嘅，只不過咧係時代變咗啫。以前咧高壓同埋咧空間控制主導嘅時代，而家就係長傳最直接破局嘅手段。紅軍過去幾季咧壓迫成功率太高啦，逼得其他球隊只可以用第二個方法去備戰啫。嗱，而家史諾咧必須要重建啊成隊波嘅連結鏈啊！否則咧，長傳戰術將會繼續咧削弱佢哋嘅優勢。正如佢哋嘅副隊長羅伯臣講過嘅，首先要贏咗咧每一次嘅對抗，跟住爭到第一個搶點之後咧，連第二點都要贏埋，呢啲先可以叫做質素嘅。嗱，呢句說話咧，正正反映出而家利物浦當前最實際嘅寫照。好啦，今集咧就講到呢度先。如果你對利物浦呢個陣式咧有啲咩睇法咧，不妨留言大家傾下，究竟咧有啲咩方法可以解決得到？咁當然啦，臨走之前麻煩大家 CLS 未 subscribe 嘅記得 subscribe，撳埋隔離個鐘仔。希望大家今個禮拜咧同屋企人有一個好嘅週末週日。多謝大家收聽，下次再見，拜拜。